安怎？敢讲你惊死？顶某自出道以来，还阁毋捌惊过什么人？哦，也若安尼，你是安怎毋出招咧？姑娘。 成大名竟不知呀，姑娘的用意是非假呀，你约我比武，这是为何来呀？阮听说的姨娘。 今夜咱两相逢，我为何记才来拜访？我情到归朝又何妨？唉，皇上赐我二鸟这个皇后。 实在也甲我带来袂少的麻烦。敢讲顶义士你毋肯赐教回家？不敢。既然姑娘有出雅兴，顶某只好奉陪。多谢，接招！嘿。 顶某输了。顶义士敢毋是故意要让我的吼？姑娘手中这口甘露剑确实厉害，果然好眼力。令兄曾经用这口剑来刺过顶某。你捌看过这口剑？姑娘是月玲小姐的大姊。你捌我？ 顶某冒犯之处，请姑娘多多原谅。小妹，你实在不自量力。老哥，你这句话是……人大哥拄则就讲你输人啊，还当作是你赢伊。我，小妹，你看。 剑意深重。
兄，这个鱼缸是你的纪念品，你着甲先来做纪念啦。这袂要紧啦，来啦，见笑啥物？有啥物通歹势？丁兄，你若安尼，这门的亲事，咱就全安尼甲伊讲定咯。你这鸟鼠仔囝，你是想要甲我拴去倒啊？哎呀，四哥，你嘛安尼两蕊目睭掠我金金相，规工甲我对调调好无？唔好，咱老大的吼，伊有交代，叫我大爱甲你顾咧。惊你这只鸟鼠仔囝吼，会拴去找迄只鸟，毋过会惹代志咧，所以我爱甲你顾咧。四哥啊，我袂去惹代志啦，啊，我出去行行总会用的啊。哦，会用的啊。嘿嘿嘿，我含你斗阵来行。安怎？唔去啊？遐？毋是毋去，是我要去的所在，你袂用去对。我袂用咧对，吼，是无方便是？哼，除非吼是你要去找伊，惹代志对。对。哎呦，四哥啊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是要去丁家庄看月亮小姐。哈，你想要找迄只鸟鼠仔母哦？哼，啊，当顶你大个做生日的时，伊毋是才来互你找啊尔。是啊，就是顶一日来甲大哥作伤，因为苦讲讲叫我莫惹代志，所以阮两个才冤家。啊，即马，那安尼你即马就是要去甲会师的咯？啊对，四哥，你即摆讲了就对啊。要那安尼，我会用去来去咯。会用的啊，等下，嘿嘿嘿，我甲你斗阵行。唉，好啦，我拢爱去，安尼毋就会用的。好，你不爱去啊？嘿嘿嘿，要那安尼，我先行一逝。四哥，要不安尼啦，你拜托甲我摕一张被去互月亮暗下用无？好啊，送批啊？是毋是爱情批？对，因为我感觉真歹势，是讲要写一张被甲伊回失的，所以拜托你甲我送张被，小弟一定当守你。嘿嘿，那爱情批无问题，紧来写。月玲小姐，请坐。多谢。丁兄，月玲小姐，你是有啥物话要甲我商量是？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问丁兄。请说。丁兄。小弟奉上江心志哦，祝贺二鸟天下地。
莲小姐，顶某甲咸空岛的武器虽未无面，但是罗风罗大哥甲顶某乃是深交挚友，所以在会当片面的情形之下，顶某绝对袂去甲白五爷冲突。多谢顶爷。月莲小姐，我看你对着白五爷敢若非常关心。我这个二妹是未来的鸟鼠仔某，对白乌爷的代志，当然爱特别关心啊。哎呀，二哥，安怎？敢讲我讲毋对？你迄只鸟鼠仔公，拜托蒋四爷送批马来予你哦。阮老大的吼，就是惊阮迄只细只的鸟鼠仔囝吼，会走去找二鸟的麻烦啦。说定吼，伊叫我寸步不离，拢家顾会好呢。是啊，啊啊你方面看顾五爷，啊要来当搁送批来。啊！哎呀，是啊，这个我是要互你的啦。互我哟，要是互我搁摕遮远来。多谢四哥，我已经到开封去找二鸟啊！我中计啊！叫你甲五弟顾好，你偏偏互伊走去，当然啦，哪会到开封野事，得要安怎着好？我平时都拢足巧的，哪会知影无张地煞将我戆起来？实在有影哦，足该死的啦！大姑太啊，但你免搁在家己咧责备家己啦，以后后一摆较谨慎的啦。啥物？还到后摆？大哥，但你即阵也莫搁责备伊四弟啊啦。讲实在，这五弟的头脑也真好，都凭伊四弟的头脑，哪有法度通胜过五弟的头脑呢？是啦，大哥啊，即摆咱只有爱想办法阻止五弟搁再惹代志啦。大啊，无安尼好啦，规气我来去甲迄只鸟鼠仔囝找倒，安尼毋就好？凭你，哪互你倒着五弟，你着带伊倒来收。大哥，啊无不如互我甲三弟陪四弟来去开封，无定着会当拄到五弟啊。对了，大哥啊，你假使讲五弟若毋敢倒转来吼，至少阮嘛有法度通阻止伊遐代志。好，恁三个人立刻起定。多谢大哥。月华，请原谅我不时离别，因为白五爷已经到开封去啊。为恐伊在边境惹事，所以我必须要赶紧倒转去开封府。唉，鸟甲鸟鼠的效果会变成安怎样？什么人也无法度人预料到。人的容忍的程度总是有限的。麻烦你转告月玲小姐，电某答应的代志，恐惊的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无法度人办到，请原谅，点招。大哥，我这下就害啊啦！大妹是鸟某，二妹是鸟鼠仔某，那安尼二鸟甲去误齿，那才是咧开封府当着，而且才是拍起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唉，不管是二鸟咬鸟鼠，也是鸟鼠去咬鸟，这对咱丁家来讲，敢若毋是一件好的代志。就是讲，毋管
是鸟死，还是鸟翅亡，咱拢有一个小妹爱酒馆。壮士啊，买话，哦，这把二娘话是当今生理上介好的呢。伊的就是这首诗哦，这是阮公主题的呢。将士，小人在初学浅，请多多指教。公主太客气了，请问100话值偌济银两5分银尔了，无偌济。哦，5分银，嘿， 100苗度有价值遐济银两？嘿，这只鸟甲普通的鸟无共款哦，这是阮公主吼上界仰慕的南极天鸟呢，皇上4号二鸟。壮士你若无买，你会后悔哦。哈，多谢。毋知要爱倒100吼？你留咧卖办啊？喂！你是捌记住哈？来这所摆摊咧，加减摕一寡银两，讲你遐叫小好精神，唔捌心。将士，哎呀，你是土为什么哪会用我手内的钱？朋友，恁找唔着人啊？因的钱拢伫我遮，爱钱找我。起来讲，可惜无放伫我的身上，伫迄边，到我来遐摕。行讲，行。有别，系啊，迄2个一定会拍迄个。咱紧来无看卖咧。哎呦，去看哪有啥物路用？你也无人发啦。总是伊是为着咱的代志啊，紧来去甲看卖啦。哎呦！